为了要抢救野生动物的性命，20多年前对英国来的省开始投入解救野生动物的工作。伊和伊的台湾太太伫新北市的三芝有成立一个救援协会，这3年来已经救超过500只野生动物啦。 This is Woodstock, and when Woodstock came here, he had no fur, just skin and scabs and blood. 对上加入来这个伫咧新北市三芝的狗仔安养园区，就发现这个狗仔唔是无脚蹼，就是欠一支脚。You'll see that about 30% of the dogs in our care have lost at least one foot. Some have lost 3. Because of the traps. Because of the traps. 1999年对英国渡来台湾的Sean，主本是英语老师，因为唔甘野怪动物着皮肤病、出车祸，甚至断掌，开始出手来甲因解救。这20多年来，Sean点过3种无同的动物保护协会，注心伫咧照顾动物，也关注因的权益。 2017年，Sean 和伊的看手池玉晶创这个野生动物救援协会到今，已经救超过500只野生动物。不过，固定营运的资金有关是因上界烦恼的。我们现在每个月的固定开销就140万左右，我们每个月其实都算是低空飞过，正在尝试更多的方法可以增加捐款，尤其是每个月固定捐款的。 对动物来讲，被领养就是最幸福的事情。Taiwan is an amazing country, and it makes me so proud that I'm in a country and my kids are Taiwanese. When we are so successful as a country that we can pay such great attention to animal welfare. So yeah, that's what it means to me. I love it. I really love Taiwan. 伫台湾生活21冬，上讲除了家己的2个囡仔，这野生动物就是伊的宝贝。未来因望有更较侪人来认养，也打算替迄寡残废较侪回狗仔和猫仔去大型的庇护所，互因有搭建野怪的生活环境，安心到老。记者阿敏珍、曾派文新北报道。